恭喜仲未喺珠海買樓嘅朋友，你哋真係等到啦！依家首期3萬蚊，月供4000蚊咧，就可以攞低一套70年嘅純住宅啊，83平方嘅3房單位啊，全屋咧係帶埋精裝修交樓啊，而且咧仲有翻到香港嘅專車添啊！嗱，咁上到嚟呢個單位咧，可以睇到啊，所有嘅硬裝全部都幫你做好晒噶啦，3房2廳1衛。咁陽台出邊咧就向南啦，睇小區嘅園林啦。咁樓下咧就係一個1萬平方嘅人工湖啦。可以咁講啊，住喺呢度咧，同埋你住喺公園咧都係差唔多嘅。咁樓盤咧係位於珠海斗門嘅湖心路啦。咁屋企落樓咧就有樓盤配套嘅泳池啦，同埋會所啊，仲有翻去香港太子荃灣同埋尖沙咀嘅專線巴士添啊。喺屋企門口直接坐車翻香港，亦都唔使轉線啊，真係十分方便啊！呢個主人房咧空間都特別闊落啦，高層少少咧仲可以睇到啊湖景嘅單位啊。咁依家呢套單位咧係4樓啊，樓層越高景觀越靚嘅，首期3萬蚊，月供4000蚊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評論區留言啦，thank you。